我以前架車咧有紮舊嘢，嗰啲後級啊、喇叭，我算裝喺個新車度啊。你呢度點收費，成哥？你度拆下出嚟未先？未拆啊，但架車喺香港又好似好麻煩咁樣。你拆點收費啊？拆嘅話咧，收個工本費得㗎啦，因為拆相當於簡單還原啊嘛，就300-500蚊可以搞得掂㗎啦。咁如果你大系統就另外計啦。我裝咧，咁你啊揀翻啲咧有價值嘅嘢，即係太差嘅就唔好攞啦，攞翻啲靚啲嘅。咁過嚟裝咧，一般 DSP 咧400到600蚊到咯，安裝調試。咁例如話喇叭2分頻嘅，通常係300蚊起步。睇具體㗎啦。如果你倒模啊各方面嗰啲都唔一樣。咁你哋包唔包調音咧？簡單嘅調音咧可以包埋嘅。如果係有啲大系統咧，主動分音啊，要上佢靚聲嗰啲咧，要花比較長時間、好心機嘅咧，咁肯定就會價格高啲㗎啦。另外咧，你拆落嚟啲產品，如果放得耐或者響架車用得耐咧，攞過嚟咧，記得要 check 下佢。如果唔係，你又裝上去先至發現問題咧，你又嘥咗時間、嘥咗人工啦。